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2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几时才自洁呢？我们要读耶利米书13章1到27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耶路撒冷人啊，你们惨了！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自洁呢？13章的27节，经文主要在提到先知用变坏的腰带来比喻以色列人他们的未来，还有透过酒坛这样的比喻的警告，黑暗将要临到他们。上帝也透过先知对统治者的警告，说明犹大的罪孽非常的深重。我们知道最近欧洲降下了近1世纪以来的这样的豪雨，导致德国、捷克、比利时、卢森堡和荷兰等这几个国家多处有洪水泛滥，特别是德国西部与比利时，截至目前已经至少有183人以上罹难，德国更有高达1300多人失踪，部分的地区河水暴涨，一间疗养院的身障住户来不及避难，当场溺毙在屋内。另外我们看中国河南省省会郑州市连日遭遇暴雨，引发洪灾，他们说这是千年一遇，整个市区陷入一片的汪洋，灾情惨重。这些灾变似乎在警告人类过度破坏大自然，而遭受大自然的反扑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，上帝吩咐耶利米向犹大百姓发出5个警告的讯号，让他们知道他的未来情况。耶利米做了一个行动，就是买一个干麻布袋子来束腰，然后把它藏在幼发拉底河的石穴中，使它变坏。这是比喻以色列人怎样亲近上帝，像袋子亲近人，但很快他们要败坏，像袋子腐坏一样，而且不再为上帝所用。上帝的怒气充满这装满酒的坛子，这个坛子是指犹大百姓都酩酊大醉，不能照着上帝所要求的方式行事为人。他们去敬拜迦南的神明，导致道德败坏，无亲情，敌友不分。上帝就透过先知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骄傲，因为只会招来灭亡。先知劝百姓趁着还有机会快点回头，不然将会被掳。先知并对王室提出警告，在犹大灭亡的时候，君王和太后将会被掳。约雅斤掌政的期间，尼布甲尼撒王大军围困了耶路撒冷，约雅斤和他的母亲一同出城投降，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囚禁起来。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了，昔日臣服于犹大国的巴比伦，今日却成为毁灭犹大国的敌人。犹大的命运完全没有回转的希望，因为他们的罪已到达上帝不能容忍的地步。我们来默想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行为是否让上帝不高兴呢？是否到达上帝无法容忍的地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圣灵，求你时时提醒我们的行为是否得罪了神，让上帝不高兴。愿你光照我们内心，若有得罪上帝的时候，能够随时认罪悔改，求上帝来赦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